后来面对这个南北在野咧讲合作，民进党是要推出着上强的竞选团队来应战。讲民进党团希望赖清德邀请到总统蔡英文来做竞选总部营务主席，邀请到前行政院长苏贞昌来做竞选总部的主委，甲党内的派系团结起来。民进党团嘛强调讲，蔡英文甲苏贞昌会伫适当的时机加入到竞选团队。赖清德16号是甲访问台湾的 AIT 的主席罗森伯格合体来破除掉疑美论。Nice to meet you again. So good to see you. Thank you so much. 亲切甲人小酒问副总统赖清德亲身迎接 AIT 主席罗森伯格，两人做伙参加客家茶文化馆，体验特别的食茶文化。I don't think I did it better. I need to take more lessons. 两人搁一摆徛到阵，赖清德期待台美继续交流落去，卖避免疑美论影响台美的关系。这是现主时总统大选剩无100天。南北海有关差几天，赖清德要赢这场战，对外爱化解疑问，对内在拼团结。前行政院长苏贞昌新册发表会，赖清德该支持到底，若含伊的交情正拍，嘛传出赖清德含英系派人开讲敢要1点钟。后一部党内嘛期待，赖清德邀请总统蔡英文担任竞总营务主席，前行政院长苏贞昌是担任竞总主委。蔡英文总统跟苏贞昌前院长2位都是民进党的党员哈。那他们会在适当的时机，还有适当的位置来加入我们的这个总统竞选的团队。刚刚我特别问到这个庄瑞雄说，那个有1对1的这个队，他说没有人找他，我们只能这样讲，好吗？就传闻还是传闻。不过因系唔若张水雄，赖清德对家己复选，蔡湖、陈冠廷、山海立委，嘛拢甲因系有真大关系，想要派系团结拼胜选，凡是为赖清德行程，得当看出来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